個仔但唔負責，從冇共嘅人間蒸發，話夢緊啲大計劃，世界好似只准佢發達，電話唔接信息唔答，部機嘅燈一盞盞暗，城市轉緊夜色太靜，有人選擇唔返嚟，責任兩個字寫得太細，一鬆手就跌晒落細路仔。究竟你哋相聚係為乜？為乜？係為完成一個角色。為乜？究竟你哋相聚係為乜？為乜？如果有得揀，佢未必會揀你哋。做老母嘅頂到盡，一啲小事就失控，對住 baby 發晒脾氣，然後話自己已經好痛。細路哥知乜嘢啫？未識講就要懂事，一句一句冇心說話，慢慢變成佢嘅名字。究竟你哋生際係為乜？為乜？將情緒當教材。為乜？究竟你哋生際係為乜？為乜？世界未教佢殘忍，你哋已經夠過。最後怪老人家話觀念夠，話方法差，但冇人問過邊個先冇長大。缺席嘅人最清白，承受嘅人最易俾罵。最細嗰個連選擇都未有啊。願你聽到呢度，已經話我已經盡力啦。究竟你哋生際係為乜？為乜？如果愛咁難，點解要顧學人？究竟你哋生際係為乜？為乜？佢未問過要出世。你哋卻話人生就係咁。